台湾的关会率是世界第一，也毋过嘛是定定的欠会。会议基金会就呼吁政府要赶紧来制定用会规范。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会甲病院学会来讨论相关的指引。坐起伫椅仔顶闭手腕，民众透早去关会中心发挥爱心，因为春节连假才打结束。台北关会中心4种会型库存量敢若剩4天至7天有较低。高雄关会中心5型的会库存量嘛无啥够额。65岁以前捐血小板可以2个礼拜捐一次，那65岁以后，就只能4个礼拜才能捐一次的。根据会议基金会统计，去年咱国民众捐血比率是8.08%，是这10年来上悬的，嘛是世界第一。不过，输血协会嘛发现讲，台湾用血量甲住院病人输血比例是增加了真紧。目前台湾住院的病人输血比率8到12%，比美国是较悬3倍至4倍。在以往有一些统计是说，同样的血红素在8以上跟8以下，如果你到7，其实不输血，其实跟有输血预后是差不多的。医师在临床上的一些医疗的行为就会变得比较多样性，就会变得比较积极，这时候用血量就会大增。会有基金会估计，在高龄化甲少子化的情形之下，2017年捐血甲用血量会出现黄金交叉现象，到时欠血情形恐惊会更较严重。希望政府爱赶紧制定用血指引或者是规范。捐血我们有年龄的限制嘛，17岁到65岁。那我们这些忠诚的捐血人啦，其实到了65岁，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再捐。20年前，我们大概小于20岁的人可以捐到35万人次，那今年大概只剩下10万。初步可能先把资料做完分析，然后有一个揭露哈，就是说平均大家的使用是怎么使用法，这样有一个平台做公开的揭露。陆局长表示，已经邀请输血协会在2月底，针对国内病院医疗用血情形做完整的报告。所来嘛进一步甲病院还有协会进行讨论，研究相关指引的方向，才决议敢会当正做管理的指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